这刀法完美的避开了所有致命部位和敏感神经。你是？你认识我？你是打包还是在这儿吃？这双眼睛就好像很久未见的亲人一样，难道他是？小兄弟，你过来。啊？转过身去，把裤子脱了。啊！你个乡巴小宝贝！美女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不是。美女，你用这么失望的表情看着我的屁股是什么意思啊？师傅说过，魔灵印记就在小师弟大腿后侧上，看来是我搞错了。对不起，我认错人了。奇怪的女人，估计是把我认成哪个渣男了。喂，美女，钱给多了喂！师姐，他是个卖海产的，我总觉得他很眼熟。你说的是真的？那天，美女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不是，我差点以为他就是小师弟呢。师妹，你疏忽了，魔灵印记会随着封印者的修行不断被压制。如果小师弟天赋卓绝，完全有可能已经彻底压制了魔灵印记。那怎么办？师傅说过，只有用阴阳锁才能激活阵眼，只要聚齐3把阴阳锁，就能重现魔灵印记，确认他的身份。来人！通告全城，3天之内，务必给我找到这个男人。是，江总有令，赴汤蹈火。你的小男朋友该卖完鱼回来了吧？这些年他为了你早起贪黑的挣钱，你就一点也不心疼？论家世，论能力，那个臭卖鱼的怎么能和你比？等到了和兆月集团签订合约那天，我就和林思彻底分手。好啊，只要你和他断干净，我保你未来能成为兆月集团江兆月那样的财富。徐总，你对我可真好。3天后入股大会，我一定给那废物一个大大的惊喜。温小姐这么年轻就能入股兆月集团，前途不可限量啊！一点点小成绩而已，不足挂齿。搭上兆月集团，我闺女看来要一飞冲天了。姐，你简直是我们华国未来的商业女王啊！低调，低调。师姐，那个女人就是小师弟的未婚妻，她就是那个鱼贩的未婚妻。至于那人是不是小师弟，还要等你二师姐来了，我们重启阴阳锁才能确定身份。这么豪华的宴会厅，这么多人，我可不能给小婉丢面子。土包子，今天来了这么多贵客，你怎么就穿成这样？妈，对不起，这是我最好的衣服了。来，我敬你。真是不好意思，手滑了。你还想找事是不是？今天可是我女儿的大日子，你给我老实点儿。小婉，我相信你和这些吸血鬼家人不一样，只要你兑现诺言，我的这些家人，我可以退一步海阔天空。感谢诸位莅临现场，
签约之前，我想先感谢我生命中的一个贵人，没有他，就没有今天的我。同时，我也想宣布与他订婚的声喜。听说那人是个孤儿，靠着摆摊卖鱼为生，多年来把自己挣的钱全都填进了温室，这才有了温总的白手起家。温小姐真是太幸福了，居然交到这样的男朋友。原来小婉特意在今天宣布和我的婚约，我之前还误会她，真是太不应该了。接下来，请允许我隆重的介绍我的未婚夫。这个一直默默支持我的人，就是许少，许昭远先生。亲爱的，多年来是你对我不离不弃，在我最脆弱的时候给我力量，给我鼓励。婉婉，从我见到你的第一面起，我就对你陷入了一种不可自拔的迷恋。小婉，你在说什么？这些年难道不是我日复一日干着最脏最苦的活供你读书，供你创业？为什么今天你可以这么薄情？许少，我想向你求婚。什么？你们还要结婚？难道我们一直都搞错了？不是说她男友是卖鱼的吗？怎么变成了许少？估计传错了，就靠一个卖鱼的，怎么可能？如果是许少，一切都合理了。许少可是许家未来的掌权人，我女儿啊，算是高价喽。不对，你们让开！不要和小婉说话，一定是哪里搞错了。废物！你有什么资格和我女儿说话？我女儿高价，你眼红了？让开！我要亲自问小婉。温婉，温婉，你回答我！谋杀的人怎么会是许昭远？温婉，你一直都在欺骗我的感情。今日分手，恩断义绝，我已另择良配，你死心吧。是你收了我的彩礼，说要嫁给我的。收了钱嫁给你，那叫物化女性。先收钱再踹了你，我就是独立女性，懂吗，老土？欺人太甚！没错，嫁给你，凭什么？别冲动，师傅说过，不要随意参与别人的因果。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他的身份。你要等到什么时候？你要眼看着小师弟被人欺负吗？陆尊者，2世节很快就到了，3名眼所聚齐，我们就知道他是不是小师弟。我能搭上江氏集团这艘大船，都是因为许少。你一个臭卖鱼的，怎么可能帮得上我？可温氏的起步资金是我为了你起早贪黑挣来的。我求你这么干了吗？是你心甘情愿当舔狗，说我要什么功？你太自私了，你就是想道德绑架，逼着我和你一起吃苦，你脸都不要了。我不要脸？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废物！告诉你个秘密，你高高在上的女神，我早就替你试过了，很润。你高高在上的女神，我早就替你试过了，很润。那天在车里，就是你想的那样。你林彻，我猜你一辈子都体会不到我那天在车里的快乐。王八蛋！妈的，把这个疯狗给我摁住！你放开我！去你妈的！二师妹，
你还有多久？二师妹，你还有多久？2分钟。你再不来，我就先动手了。小师弟快被人欺负死了！别冲动，若林彻真是我们的小师弟，我一定让温家、许家死无葬身之地。我可是许家的少爷，敢打我，你是踢到钢板了！许少，等一下。没想到你这女人还有一丝良心。哦，你误会了，我可没想救你，敲死你对我来说就好像敲死一条狗而已。我是怕许少脏了手。今晚就让我这个你追了7年的女神亲自送你上路。什么？谁敢动我师弟？果然是魔灵印记。你们看，我就说他是小师弟吧。小师弟，真的是你。美女，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？师弟，你不认得我们了？小师弟，你再好好看一看。你是？你认得我了？你是那天买我余生的美女？小师弟一定是当年坠崖伤及原石，应该这才导致了失忆。我们找了18年，才找到小师弟。难道下半辈子注定要做陌生人吗？大师姐、二师姐，别着急，我有办法。小兄弟，你过来，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吗？什么机会？我从小就是孤儿，如果他们真是我的亲人，那该多好啊！相信我，你先盘腿坐下。我这一针，助你恢复记忆。好感人啊，我都快哭了。不过你们要是死了，我会更高兴。给我来人！林彻，你从哪个夜总会找的坐台小姐？想用她们刺激我，对吧？管好你的嘴！许少，他打我！打你算轻的，快上！就凭你也敢拦我？小师妹，你的针法真的有用吗？如果我的针法没有用，那普天之下再没有人能让小师弟恢复记忆了。扎几针就能让人恢复记忆，真当自己是什么神医？师弟，师弟，师弟！糟了，难道是他体内的魔灵与昆山玄针相冲了？糟了，难道是他体内的魔灵与昆山玄针相中了？哈哈，快看，那废物吐血了，该不会被扎成傻子了吧？
自作孽不可活，他死了也是被自己蠢死的。难道针法失效了？小师弟真的再也记不得我们了？小师弟，你一定要扛过这一关。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我昆山派的关门弟子。拜见师傅。他就是我们的小师弟呀。咱宗门的小男子汉，可要照顾好几位师姐啊。苏一淼，我的脚扭了。找到他们，格杀勿论。师姐们，我去引开他们，拿好阴阳锁，我们一定能再见面。师弟，别去！师姐们，多年不见，别来无恙。师弟，你终于记起我们了。师弟可还记得我们分别是谁？当然记得，你是三师姐苏云淼，你是二师姐白青雾，你是大师姐江兆月。是我。什么？江兆月？她竟然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商界女王江兆月！不可能，她是商界女王江兆月。身价千亿的兆月集团江总，他会亲自来这签约会？江总身份尊贵，向来神龙见首不见尾，连本少都没亲眼见过，这么可能跟这个废物有所牵连？我懂了，林彻，你是想让这个臭群眼冒充江总给你撑腰，让你装逼吧？温婉是吧？我师弟对你掏心掏肺，你却背叛他，伤害他，你的良心难道不会痛吗？他一个没钱没本事的舔狗，有什么资格让我心疼？见钱眼开，不知廉耻！廉耻能值几个钱？我很快就要成为兆月集团的股东了，这样的穷窝囊废早就配不上我了。成为我们集团的股东，你这一辈子也不会有这个机会了。装，接着装，说你胖还喘上了。许昭远是吧？好大的威风！你们许氏在我大师姐的兆月集团面前根本不值一提。几个坐台的小妞，真给自己演进去了。信不信老子一句话就能让你们几人在京海永无立足之地？听到了吧？我女儿可是许氏的人。林彻，还不带着你这几个演员滚出去！许少可不是你们惹得起的，趁他还没真正生气，几个赶紧夹着尾巴跑吧！真是江总，差点以为真是江总纡尊降贵出席宴会，没想到竟是这窝囊废请来的冒牌货。小丫头，看你也有几分姿色，比起给这个废物当群演，不如跟我回家做小啊！看到没有，林彻，你玩砸了，没有人上你的当。林彻，只要我嘴皮子一碰，你的鱼摊我也让你无处可摆。你的积蓄都给了我，要是连摊都没法摆，应该很快就会饿死街头吧？现在你和这几个女人一起跪下，给我和小婉道歉，也许我还能放你们一马。我看该跪下道歉的是你们。你不必辩解，他们现在有多狂，一会儿就会有多惨。大师姐，小师弟，这些人说不通道理，不如干脆让我出手吧，叫他们重新投胎。师妹，不要总是打打杀杀的，商场上的事交给我。喂，兆月集团总裁办吗？给兆月集团总裁办打电话。你想干什么？我要干什么，你很快就知道。马上给我送一份解除协议过来，我要亲手撤销温家的入股资格。江总，是谁让您大动肝火？你不需要问那么多，马上把我要的东西送过来，否则你也别干了。掉头，掉头，马上给我赶回京海！撤销我的资格？你以为我的入股资格是怎么来的？哦，怎么来的？
真是井底之蛙。许少的叔父可是京海商会的副会长，我们就是托了这层关系求来的。果然是走后门拿到的门票。我二叔可是兆月集团江总的座上宾，等他来了，看你们还怎么冒充。我怎么不记得见过这号蝼蚁？别装了，到时候不管你们是摆摊的还是唱戏的，统统都得给我和许少下跪道歉。不过是个副会长而已，他还不配见我。我叫来的人可是你那副会长的顶头上司。什么？你是说，刚才接你电话的人是京海商会的常会长？不错，常老头给我拎包7年，我才同意扶他上位，让他做我兆月副总裁，兼任这京海商会会长的。常会长给你拎包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说林彻，你请的这些个演员，该不会都患了癔症吧？来人，给我把这几个贱人的腿打断！我要让他们知道，在本少面前乱说话是什么下场。许昭远，不许动我师姐！林彻，今天这一切都是因你而起。我手下的人，万一不小心把这几个妞打死了，那也都是你害的。无耻！你有什么本事冲我来？好啊，给我上！师弟，你体内压制着黑龙魔灵，功力尚未解封，不可强行冲关。师弟，这世上唯有你能以道心压制魔心，不可冲关。这里的事儿交给我，我看谁敢！许昭远，不管你什么背景、什么身份，敢动我的师门，你就死定了！等什么呢？上啊！京海商会副会长许青山先生到。谁敢动我许家后人？叔父大人，你就是我的侄媳妇儿？正是。好啊，真好！早日嫁入许家，我一定好好照顾你。侄媳妇儿，今天什么情况？许叔，我和林彻和平分手，可他竟然想毁了我的入股仪式，还找人假扮兆月集团总裁，要封杀我们呢。就是你跟我侄子抢女人啊！咱俩盘盘道，你想怎么盘？小师弟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还真以为我会和你讲道理？年轻人，你果然还是太年轻。师姐，你叫的人到底还要多久才到啊？3分钟，3分钟以后，我要这一巴掌1000倍奉还。3分钟，3分钟以后，我要这一巴掌1000倍奉还。哼，1000倍，也就是1000个巴掌喽。没错。哼，在京海，我看谁敢动我一根汗毛，他一个臭卖鱼都打就打了。怎么样？老子是商会的副会长，这就叫权力。很好，那你的权力很快就会到头了。闻晚许昭远入股兆月集团，今天就由我许青山做背书。这可是京海商会开过章的任命书啊！拿到了这个，就意味着在京海商圈有了免死金牌。不愧是豪门许家，连这千金难买的任命书也能拿到，我女儿嫁对人了。多谢叔父，我今天就先斩后奏，任命你为兆月集团小股东。日后我在择日面见江总，说明原委。谁给你的胆子？狗拿耗子，敢替我兆月集团做主了？看到了吧，本少已经是兆月集团的股东了。
没有我的点头，那也不过废纸一张。会长，这任命书是你能撕的吗？许青山，30秒之后，你的裁员令也会送过来。笑话，十足的笑话！想把我叔父从他经营半生的位置上裁员？你以为自己谁呀？我是谁，早和你们说过，可惜你们人脑袋里却装着猪脑浆。革我的职位，驱逐我许氏集团，丫头，你的口气未免也太大了点儿。留给你道歉的时间还剩20年。好，好得很。我看你今天是不想离开这宴会厅了。来人，调我的私人安保队过来。许副会长的安保团可都是精英级别的特种兵，林策，你们完了！师姐，给我解封吧。今天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不能连累你们。小师弟，别担心，我赌他们不敢开枪。哈哈哈哈哈！不敢开枪？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敢开枪？你很快就会知道。你最好能一直这么嘴硬。5、4、3，来人，开枪！给我崩碎他们膝盖，让他们全部给我跪下！滨海商会会长唐云天先生到。是会长，会长大人来了。许副会长，你也在这儿？常会长，您今天怎么有空来这儿？我是奉兆月集团江总的命令而来。听说有人敢在兆月集团的入股仪式上闹事，何止是这样，还有人蓄意假冒江总，借着兆月集团的名气在这耍威风呢。不错，我以商会副会长的身份出面阻止，反倒被撕毁了任命书。还有这种事儿，闹事的人在哪儿？就是他们。怎么，你请的演员还没到？还是你要说常会长就是你请来的？你笑什么笑？我笑你死到临头还不知悔改。你找死！混账！竟敢对江总出手！会长，您说什么呢？他怎么可能是江总？有眼无珠的东西，对江总动手，你是不想在京海商界混了？我说过，刚才的一巴掌要你们许家1000倍奉还，还记得吗？江总，误会啊，都是误会，大水冲了龙王庙啊，咱是一家人啊！现在想服软，晚了。我让你带来的东西呢？江总，这是您要的解除协议。江总，使不得啊！入股的事我们再商量商量，我愿意跟林彻道歉。别碰！小师弟，自今日起，我兆月集团51%的股份将会划归到你的名下。师姐，这以后我们一起经营兆月集团。这份解除协议是否执行，也由你决定吧。我错了，我真的爱过你，再给我一个机会，不要取消我的入股资格，好不好？我的决定是，执行协议，取消你温家入股资格。
不爱我了吗？文婉，你怎么有脸问我这个问题？我一片真心，这些年全当为了狗。完了，我问下金海名门的机会全完了。这谁能想到一个孤儿竟然会有这样身份尊贵的师姐啊！你们许家人裙带关系欺行霸市，今天起金海商界再无你许家容身之所。许青山，你这个副会长的位置也该换人了。从现在起，许氏进入兆月集团的封杀名单，所有与兆月集团合作的企业不会再用许家的人。许氏的股票竟然在这1分钟内下降了9个点。许氏家大业大，可在兆月集团的江总面前，竟什么也不是。是儿，你疯了！许家股价崩盘，你还在笑？我当然要笑，我笑着蝼蚁他们死期将至。林彻，既然你断我财路，就别怪我断你生路了。不好，这是万魔令，此人投靠了魔教。护法大人，请您现身诛杀此妖。是谁？好强的杀气！什么人？有本事就光明正大的站出来！让我看看是哪个不长眼的敢挑衅我们许少。护法大人，这几个人活腻了，劳烦你送他们上路。护法飞镖，她是万魔殿那个杀人不眨眼的女护法银雀。还是许少有本事，这样的人才都能招揽。此人嗜杀嗜血，只要出现必引起腥风血雨。许昭远居然和他扯上了关系，总有些不识好歹的人想送命。说罢，你们4个谁先受死？师姐们，许昭远他们从始至终都是冲我来的，你们快走，不要被我牵连。小师弟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你，怎么可能抛下你自己逃命？18年前要不是你救了我们哪还有命活到今天？师弟别担心，有师姐在，谁也动不了你。还真是感情深厚，本少大发深意，让你们一块儿去死，九泉之下再做姐弟。放心，我会慢慢折磨你们，让你们有足够的时间煽情。二师姐，没事吧？果然是个女杀神，招招都想置人死地。不是想让我跪下道歉吗？怎么你们自己先倒下了？有本事就冲我来，不许碰他们！林彻，终于肯出来了，不躲在女人身后了。哼，你一个窝囊废，站出来又能怎样？现在给我下跪磕头，说不定我还能饶你师姐们那几条贱命。师弟，你功力尚未恢复，不要轻举妄动。想让我师弟给你下跪？嘿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将死之人倒是嘴硬的很。二师姐，别管我，快走！二师姐说的没错，你快走！师姐们以命护我，我怎么可能一走了之？我们好不容易重聚，绝不能生死分离。
今天你们一个也走不了！住手！不好，阴阳锁碎裂！林师弟，你……小师弟，你没事吧？几位师姐，我不会眼睁睁看着你们被他们伤害的。刚刚那股气息，竟然像是黑龙魔灵！不可能，魔尊已死，若是活着，早该来一统万魔殿。臭小子，刚刚让你侥幸挡了过去，可接下来你就没有这么好的命了。林彻，你什么德行，我还不清楚吗？窝囊废，就该一直夹着尾巴做人。就你这么个没用的东西，难道也想英雄救美？不管怎样，我都不会让你们伤害到我师姐。小师弟，以为你有多大本事，原来还是本少随随便便就能捏死的蝼蚁。等弄死你，我再慢慢玩死你这3个师姐。既然你急着找死，那我就先成全你。我说过，不许碰他们。这怎么可能？他怎么突然都反击了？银雀可是万魔殿的佑护法呀！大师姐、二师姐，快看阴阳锁！小师弟难道是要强行冲关？死小子，还真是小瞧了你！糟了，阴阳锁碎了！不好，阴阳锁碎裂，黑龙腾空，这是要开杀境了！护法大人，这是魔尊现世时才会产生的异象啊！魔尊现世，也就是说我万魔殿分裂多年，终于等来能一统魔殿的殿主了。不错，事不宜迟，带上魔剑去异象差生的地方，殿主一定就在那儿。这小子怎么回事？歪个头红个眼，装什么高手？我知道了，这小子一定是被我刚刚那一招击碎了元神，才会变成这副样子。原来如此，要是真惹恼了万魔殿的人，以后可是会被魔教众人追杀到天涯海角的。林彻，你还不快点给本少跪下！让本尊跪下，你再说一遍。好啊，有点本事。不好，他要使出全部实力了！小师弟的道行真的能驾驭黑龙的魔灵吗？
不可大开杀戒，反噬本心啊！住手！银雀，你想弑主吗？万魔殿明玉大人到。属下来迟了，请店主恕罪。请店主恕罪。你整天为非作歹，嗜血滥杀，常常败坏万魔殿名声不说，现下竟然还敢对店主出手！他，店主，你瞎了眼吧？刚刚产生的异象是魔灵现世时独有的，魔剑亦有护主的能力，我绝不可能认错。林彻一个臭卖鱼的，怎么可能是万魔殿店主？竟然侮辱店主，找打！整个京海都没人敢招惹的万魔殿，如今竟然尊林彻为店主。没错，我万魔殿虽然派内争斗不休，可也没有沦落到要一个无名小卒当店主的地步。魔剑与魔角一体同源，魔剑护主是你亲眼所见，这位就是我万魔殿店主，不容置疑。师傅当年把魔灵封印在小师弟体内，如今万魔殿的人称他为店主，倒也没错。我说了，他不是店主。你找死！店主在此，你还敢杀害魔殿卫士？林雀，你是要彻底判除万魔殿吗？我说了，这里没有店主，再跟我作对，连你也是死路一条。银雀大人，可不能让这小子冒领万魔殿店主的位置，否则他绝不会放过你的。没错，林彻这个窝囊废最爱斤斤计较，快杀了他，以绝后患！你们两个是活腻了不成？胆敢对我们店主喊打喊杀！店主，既然他们不肯相信，那就请您拔出魔剑，到时众人便可得知您身份真假。拔剑？没错，只有身负魔灵的人能够拔出认主的魔剑。你还真是不死心，他今天不会有拔剑的机会了。我没看错吧？他竟然一剑就击倒了万魔殿的护法大人。小师弟，别被魔灵控制心智！小师弟他
他是在强行压制魔灵。小师弟醒醒，千万不可被魔灵控制。太好了，小师弟，你没有被魔灵控制，可担心死我们了。小师弟，还好你有本事。师弟用道心压制了魔灵，从此以后，只要勤加修炼，功力必定大涨。这怎么可能？恭迎店主归位！恭迎店主归位！不可能，你真的是店主。身负魔灵的人都会被引诱堕魔，怎么可能会是你这个样子？自然是因为我们小师弟有着一颗至纯至善的道心，和本心不纯的人可不一样。林雀，你勾结外贼，肆意杀人，本店主今天就废你修为，以示惩戒。许昭远，接下来就该算算我的账了。林彻，你敢动我？我是京海许少，我们许家可是……不知好歹，许家算什么东西？也配和万魔殿比？你又算什么东西？敢和我们店主叫板？明玉，这个人就交给你处理。林彻，你敢！我不会放过你的！林哥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做一切为了温氏，为了我们以后的生活能好起来呀，林哥。是啊，女婿，小婉心里全是你，我们也早就把你当成了自家人。林哥，不对，姐夫，你就原谅我们这一次吧。林哥，我就知道你对我这么好，一定会原谅我的。这些年我为你付出一切，却得到这样的回报，看来你根本就不稀罕。既然如此，我就和你们家断绝一切关系。不行，兆月集团的入股资格，温氏的前程啊！废物，连个卖鱼的都收拾不了，还折损了我手下的大将银雀。我也不知道林彻居然就是身负魔灵之人，连银雀都不是他的对手。难怪明玉带着一伙人去了异象产生之地。那林策拔出了魔剑，我等实在是奈何不了他。哼，明玉向来与我不和，没想到这魔尊还真让他找到了。林彻以后真的就是万魔殿店主了，那我们许家岂不是真要完蛋了？当年的一条漏网之鱼，没想到竟然成了心腹大患。我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。但凭大人差遣。昆山宗门祠堂乃是昆山后辈灵运根基，若祠堂被毁，林彻自然功力大减，金身可破，
这一次，我绝不会再让大人失望。林彻，死期就快到了。我们今天就要将你们身后这座祠堂夷为平地！你们几个老头推三阻四，嫌命长了不成？听到没有？这几位高手可都是红尘大人的亲卫，快点滚开，别耽误本少办事。红尘，数年前他带人偷袭昆山派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难道还要赶尽杀绝吗？赶尽杀绝，那又如何？昆山老祖与我们有恩，他的徒儿也是我们看着长大的。今日我们在这里，绝不允许你们造次。没错，若想在这儿捣乱，先踏过我3人的尸骨。冥顽不灵的老东西，都给我上！你们竟如此歹毒！现在知道我的厉害，还想活命就赶紧滚！记着了，记着了。是守坟的老前辈人放了信号烟，昆山派出事儿了。如果不是遇到的事格外麻烦，几位长老断不会轻易燃烟。联系不上3位长老了，事态果然紧急，我们现在就赶过去。许少，这2个老东西还想叫救兵呢。人死了还要在他灵前作孽，你们还是人吗？我们是不是人你管不着，反正你们2个很快就要变成死人了。待青雾他们来了，定要你们好看。他们的下场也会和你一样，只有死路一条。都给我上！都给我住手！我们昆山派的祠堂，岂是你们这群小人能碰的？几位长老，伤势如何？这是我们找了多年的小师弟林彻，几位长老放心去疗伤，这儿有我们在，绝不会让他们撒野。许昭远，看来上次的教训你是没吃够。任你有多么厉害，你们也只有几个人。没错，许少可是带了100来号人，都在这山下候着呢。敢来我昆山派挑衅作乱，
你们胆子不小。伤我宗门长老，毁我宗门祠堂，你们会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。怎么，你又想做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今天这地本少还就非拆不可了。你凭什么？我知道你有点子功夫，但是今天我不跟你争卤豆腐，我们来讲讲规矩。难得你知道规矩。来人，请林行长。这是昆山祠堂的地契，请许少收下。你胡说什么？这块地早就已经进入法拍环节，由出价最高的许少得到其使用权。原来你们早就勾结好了，你们凭什么竞拍我们昆山派的地？凭本少爷有钱，林行长就是交易的公证人。今天我特意把他请过来。根据律法规定和文件内容，这块地现在的确属于徐总，因此徐总在这里做什么，其他人无权干涉。听到了吧？这是我家的地盘，等我把你们师傅的骨灰扬了，再把这块地彻底铲平。这可怎么办？难道任由他们砸了这里吗？还不快点滚开！难道是想留在这儿亲眼看着你们宗门的地被砸？既然如此，本少就满足你们的愿望，给我砸！等等！怎么还不死心？地是我的，你武功再高强也不能硬抢吧？好，讲程序是吧？陪你！当着林行长的面，看你能有什么办法？明玉，10分钟之内调出许家和林家的转账记录，拿到他们狼狈为奸的证据。另外，注资100亿给京海银行，我要成为他们最大的股东。你说什么？银行换股东了？昆山宗祠拍卖协议作废？林行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许少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银行换了大股东，这地契我给不了你了。你们银行的大股东怎么会突然换帅？你们新老板是谁？我要见他。刚刚林先生在我们银行注资100亿，现在他才是最大的股东。怎么可能？林彻怎么可能这么有钱？你许家给林行长的行贿记录也在我手里了。好，你们都给我等着！等等，徐长老被他们的人打到重伤昏迷，不能就让他们这么轻易的走了。你们难道还想杀人不成？杀你们？祠堂里我不想见血。来人，让他给我师父师祖磕头谢罪。记住这个教训，下次若还敢犯我昆山派，绝不轻饶。师父，我们终于找到小师弟，带着他一起回宗门了。师父，小师弟没有辜负您的期望，他已经将魔灵完全压制住了。您若泉下有知，也可瞑目了。师父，我回来了。为了宗门，
为了苍生。师傅，您放心吧，这天下苍生，以后由我来护。小师弟现在可是越来越厉害了，武功高强，还有钱有势。是啊，连师姐们都望尘莫及了。师姐们过奖了，还要多谢师姐们。如果没有你们，也许我现在还没恢复记忆，还在任人欺辱。这么说来，小师弟是不是最该感谢我呀？多亏三师姐妙手回春，这才助我恢复记忆。那小师弟，你就帮我一个忙，好不好？三师姐，你想干嘛？小师弟，你当我男朋友好不好？什么？三师妹，你这动作够快的呀！我是为了过几天的同学聚会，大家都有伴侣，我不带上小师弟，怎么能堵住他们的嘴？原来是让小师弟假扮你男朋友。怎么样，小师弟愿不愿意帮我这个忙呀？假的就行。那三师姐这个忙我帮了。好，那明天我们商场见，陪我逛逛。三师姐不是说要和我一起去买衣服吗？怎么这么久还不到？你怎么和相亲网站上的照片长得一点也不一样啊？我相亲？我知道了，微调了是吧？算了，脸不是最重要的。既然咱们都是来相亲的，那有些问题我可要先问明白。他这是认错人了？没想到随便在这儿坐一下，居然被人误会了。看你穿的也不怎么样，在京海有房吗？没有，我和我3个姐姐住在一起。那你有车吗？你是怎么过来的？那个还行吧。奥迪 A8 虽然也不怎么样，但也还算个说得过去的代步车。没想到你这么年轻就……我想你是误会了，我是骑旁边那辆共享单车来的。这么说，你是没车了？我现在和姐姐们住在一起，暂时不需要买车。你姐姐的车也不是你的呀。要是我们在一起，不管你自己有没有，你都得给我买车。那你还有什么其他的要求吗？其他要求也不多，房子我要市区中心的别墅，结婚后你每月工资上交，我会给你每个月的零花钱，但你要记住，每个节日都要给我准备礼物。等一下，你是说任何节日都要给你送礼物？对，有什么疑问吗？每个节日给女朋友送礼物，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？那清明节呢？清明节也要给你送？你说什么呢？开个玩笑，你继续吧。我们在一起后，我希望你不要干涉我的私生活。我喜欢蹦迪泡吧，我想什么时候回家就什么时候回家。但是不管我几点回家，你都要第一时间开门迎接我。喜欢蹦迪和逛夜店，不错，这是我的个人爱好，你无权干涉。那你还有没有其他要求？彩礼我要100万，陪嫁我会准备一床被子。我们在一起之后，你不许出去拈花惹草。我有关系好的男闺蜜，你不许干涉我和他们交往。被误认成相亲对象就算了，竟然碰上这样一个奇葩。你怎么一直不说话？你没车没房，不会连工作也没有吧？想和我在一起，每个月至少得挣5万。小姐，你对相亲对象提出的条件也该切合实际一点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难道我提的条件不符合实际吗？你没车没房，总不能连钱也赚不到吧？既然你提出那么多要求，那请问你有什么？我足够漂亮啊！你都来相亲了，
平时打着灯笼也找不到我这么漂亮的女人吧？我看你不是想找相亲对象，是想找个接盘侠吧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既然怀了孕，那就别出来走动，小心动了胎气。就算我怀孕了，让你接盘也是你的福气。就你这样没钱没本事的，出来相什么亲啊？最新款的限量跑车，整个京海能买得起的人屈指可数啊！你看什么看？你这种穷鬼下辈子都买不起这样的车。看你这穷酸样，月薪都不够给别人买套化妆品的。他是来找我的。找你？人家一看就有钱有势，会来找你这样的臭屌丝？美女，这臭屌丝觊觎你，想和你搭讪呢，你可千万别理他。他这种穷鬼，肯定最喜欢哄骗你这样有钱又漂亮的女人了，也不撒泡尿看看自己什么德行。你是什么人？你能对自己说的话负责吗？他就是来和我相亲的，我亲口套出来的消息还能有假？其实我不是你的相亲对象，是你认错人了。怎么，怕自己没法搭讪到有钱的美女，开始不承认了？人不要脸，天下无敌呀！美女，你可得好好给他个教训。不要脸的人，确实该得到教训。你有毛病吧？我帮你避开烂桃花，你竟然打我！你冲我师弟大呼小叫，还侮辱他，我只打你一巴掌都算轻的。师弟，介绍一下，这位美女是我的师姐，京海名医苏云淼。你居然有个高收入的名医当师姐，那你另外两个姐姐是？我们大师姐是兆月集团的总裁江兆月，至于二师姐白青雾的名号，恐怕说出来你也不敢相信。三师姐，我们走吧。先别急着走，我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刚刚发生的都是误会，这位先生，刚刚是我有眼无珠，我开的条件都是开玩笑的。彩礼我不要100万了，10万、5万都行，房子和车我们可以一起努力。不必了，你的好意我承受不起。那不然，我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和你姓。孩子？这位小姐带着孩子出来相亲，想找人接盘。不知廉耻，就凭你，也配冲我师弟挑3拣4？这一巴掌打你有眼无珠，误会，都是误会。打你都嫌脏了我的手，让我师弟当接盘侠，想都别想。那我把孩子打掉可以吗？我保证以后好好和你过日子。就你这样不负责任的女人，根本配不上我师弟，离他远点。三师姐，明明是你的同学聚会，就没必要给我买这么贵的衣服了吧？小师弟，你代表的是我的颜面，当然要穿得好一点。哟，你苏云淼不是从来不近男色吗？怎么也包养起小鲜肉来了？这不是温婉表姐赵颖和我高中同桌周思瑜吗？这俩拜金女凑一块儿。林彻，真是冤家路窄。想不到你高中毕业后沦落到被人包养的地步了。美女，实话告诉你，
你包养的不过是我妹妹玩剩下的垃圾。你们俩嘴巴放干净点，用不着你们多嘴。怎么，敢做不敢让人说呀？林彻，听说之前你还能自力更生摆摊卖鱼，怎么现在倒是学会抱女人大腿了？不比你一毕业就上赶着给人当小老婆强，也不知道现在挤进豪门了没。还有，不是你妹妹玩剩了我，而是我休了你妹妹。吹牛，你个穷窝囊废！正因为你配不上小婉，她才不得不另择良配的。是温婉这个嫌贫爱富的女人配不上我师弟才对，还说不是包养，全靠女人撑腰。这小子全身上下有200块吗？不会还有他卖鱼时留下的鱼腥味吧？是温婉这个嫌贫爱富的女人配不上我师弟才对，还说不是包养，全靠女人撑腰。这小子全身上下有200块吗？不会还有他卖鱼时留下的鱼腥味吧？林彻，没想到你毕业后过得这么惨，看来包养你的这个女人对你也不怎么样嘛。拿着，就当我赏你的了。你还是自己留着吧。对了，当同桌的时候，你不是总说赵颖喜欢贪图小便宜，拿走你化妆品吗？这点钱也够你买新的了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我从来没说过，赵姐你别信他。原来你不知道，上高中时周思云就没少在你背后说你坏话。好啊，怪不得每次跟你借东西你都推三阻四的。你本来就是爱占便宜。云淼，见到我躲什么？我们换个地方。站住！这个男人是谁？他是谁？我没必要和你解释。怎么没必要？谁还不知道你是我的女人？这小子居然敢和你走得这么近！我从来没答应过你的追求。他叫林彻，是我男朋友，你满意了？你骗我！你什么时候的男朋友？我交男朋友还需要向你交代吗？告诉你，我们两个感情好得很。哼，苏苏，过几天同学会，我开车接你啊。不用，林彻，我们走。我可没允许你们走！哪来的穷小子，也敢和本少爷抢人？你放开他！以后别来骚扰我女朋友，否则就不只是摔一跤就能解决的事。小子，你找死！苏云淼迟早是我的人。玫瑰花准备好了吧？视频呢？准备好了，莫少，你一个响指立刻送上。也准备好了，全是大学时的温馨甜惜。苏云淼看了一定很感动。好，只要今天本少表白成功，在场的同学每人一部豪车。苏云淼，那个穷小子哪里能比得过我的身份和财力？我就不信今天拿不下你。莫少可是莫氏集团的继承人，为什么连他也要围着苏云淼转？小师弟，一会儿可千万别给我演砸了，不然我这脸就丢大了。师姐放心，咱们今天的女主角到了。不知好歹的贱女人，竟然敢把这个小白脸带到莫少面前，看他等会儿怎么收拾你们！和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男朋友林彻。云淼，没想到你真和他在一起了。老实告诉我，这小子只是你找的挡箭牌，对不对？你们俩根本就不般配。他就是我货真价实的男朋友，而且我们已经同居了。同居？我可是云淼的大学室友，他身上有块胎记，你知道在哪儿吗？就在后腰上。云淼，你的男朋友对你可真熟悉。对了，不知道林彻先生目前在哪高就？还在路边卖鱼吗？路边卖鱼？对呀，说来也巧，林策之前是我表妹的男朋友，我听说他这么多年一直在摆摊卖鱼生呢。苏云淼，你宁愿和一个摆摊卖鱼的在一起，也不愿意接受我。摆摊？那不就相当于无业吗？云淼之前可是校花，多少豪门阔子追她呀，怎么毕业跟了个卖鱼的？是啊，林策，你该不会还靠云淼养着吧？这可是我们男人的奇耻大辱。对呀，这种没用的男人，你和他在一起图什么？不如趁早踹了。是啊，还是莫少配得上你，他是莫家的继承人，莫氏的太子爷，未来前途无限呐。林彻是我男朋友，
轮不到你们指手画脚。于淼，你别生气，同学们也是担心你和他在一起过得不好。林彻，你一直摆摊卖鱼也不是个事啊。正好我家的公司还缺个看大门的，看在云淼的面子上，你可以直接过来任职。多谢好意，不过还是算了。莫少亲自安排工作，别人求都求不来呢。是啊，那可是在莫氏集团看大门，你这样的人要是错过了，恐怕下辈子也没这个机会去了。说不定人家林策就是个深藏不露的人，一点也不缺钱，根本不需要这样的工作呢。既然如此，今天这顿饭就由林彻请，怎么样？请客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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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这不就是想欺负人吗？于淼，你找的男人不会连这点钱都出不起吧？没问题，我请客。没事的，30钱，这点钱我又不是出不起。可我就是看不惯他们欺负你。看来你还真是深藏不露啊。好啊，那就你来点菜吧。林彻，我提醒你一句，咱们这么多同学在这聚会，你可千万不能让大家吃凉菜喝白水啊。这个，还有这几个，就这么几个菜，也好意思放话说你请客？林彻，没钱呢，就别装出一副大尾巴狼的样子。除了刚刚说的几个，其他全都来一份。那些都是于淼不喜欢的菜，原来莫少不知道。你这里的消费可不低啊，连一个餐位费都是我3个月的薪资呢。他一个摆摊卖鱼的，怎么能出得起这么多钱？好，这可是你自找的。等等，再上20瓶你们店的招牌酒。今天我们同学聚会，可要不醉不归。1瓶招牌酒50万，你还要20瓶，分明就是故意想坑人。没关系，几瓶酒而已。来，林彻，喝一个。我也敬你一杯。来，喝。我们这么多人，喝不死你。服务员，结账。先生，一共消费2000万。这看来这里的消费确实不低。何止是不低，对你来说也许太高了吧？不知道那你要卖多少鱼才能付得起半碟剩菜的钱呢？怎么，装完大款，现在发现付不起了？不是付不起，只是觉得没必要浪费。既然是你请客，应该不介意客人怎么处理剩下的酒吧？莫雨辰，1瓶酒50万，喝不完还要倒掉，你就是故意在针对林彻。我就是故意的，那又怎？谁让我追了你那么多年，你却跟一个摆摊卖鱼的厮混在一起？于淼，跟我在一起吧。他付不起钱，得罪餐厅背后的兆月集团，很快就会被赶出京海。你笑什么笑？我笑你异想天开。于淼不会和你在一起，我也不会因为付不起钱而被赶出京海。还在装是吧？好啊，2000万，你要是付得起，我就到外面大街上学狗叫，叫到天黑。把你们经理请过来。你好，打扰了。林总，不知道是您大驾光临，在自家餐厅用餐，哪需要您亲自付这2000万呢？你说什么？什么林总？他不就是个臭卖鱼的吗？林彻，他竟然是兆月集团的总裁，愿赌服输，还不快去学狗叫？难道你想和兆月集团作对？好，我去，你给我等着！爸，有人砸我的场子，你快带人来！什么？还有人敢砸我墨家的场子？让他等着！我们刚刚真是有眼不识泰山，林总，您可千万别和我们计较。我表妹和您分手实在是太不懂事了。林总，你看我怎么样？一群墙头草，离我男朋友远点。莫少，说不定明天就能在社会新闻头条上看到你。你别得意，我爸可是莫氏集团总裁，一会儿就来收拾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。是哪个不长眼的敢砸我儿子的场子？爸，就是这个臭小子，和我作对，你死定了！莫总竟然真的来了，
全京海都知道莫总最是看重莫少这个莫家独子。上次有人砸了莫少的场子，被莫总找人打进医院，整整半年都下不了床。爸，这小子得意成这样，看不起我，还看不起莫氏，总得给他点颜色看看。莫总，你真想给我点颜色看？你个蠢货！你知道他是谁吗？林总，我儿子有眼不识泰山，求您原谅他吧。爸，你怎么回事？我们莫家还怕他不成？闭嘴！林先生是兆悦集团新上任的总裁，莫氏拼了命的找关系，好不容易能和兆悦集团合作，你小子把我的生意都毁了。莫总，刚刚这位莫少可是许诺会去大街上学狗叫到天黑的，你不会打一巴掌就放过他？来人，把他给我拖到大街上，没叫到天黑，不许放人。林总，我错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还不快滚！别污了林总的眼，不得到林总的原谅，我就把你逐出莫家大门。我早就知道这蠢货迟早有一天惹出事端。林总，真对不住，您看这合作的事儿能不能再商量商量？以后看你表现。师姐，我们也走吧。你们都不知道当时小师弟有多帅，我所有同学都看呆了。厉害呀，小师弟，不愧你三师姐对你委以重任。还得多谢大师姐把兆悦集团1半多的股份分给我，否则许昭远他们不会这么容易罢休的。师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糟了，公司出事了。江总、林总，许氏集团开始针对我们进行反击，现在大批中层管理纷纷离职，投入许氏集团麾下。不仅如此，我们集团各大项目的资金链开始断裂，只能停摆。兆悦集团的数值正在不断缩水，刚刚很多小股东甚至已经把股份交给了许氏集团。现在他们想召开股东大会，把你和林总踢出集团。许氏先前明明就不是我们集团的对手，怎么会突然有能力反击了？难怪许昭远安分了这么久，原来就没憋好屁。这种规模的商战需要的资金和人力难以估量，许家哪来的实力？不管怎样，得先稳住局势，先联系兄弟集团，解决资金链断裂的问题。林氏集团一向与我们交好，又是京海有名的财团，一定愿意帮我们渡过难关。事发的第一时间我们就去联系了，李老不久前生了大病，现在生命垂危，林氏根本无暇顾及我们啊。我亲自去一趟，三师妹你也一起。哥，这家医院也查不出爸的病状，要不我们还是带着爸转院吧。现在这种情况还怎么转院？况且其他医院不也全都看过了，所有人都束手无策。不如让我师妹试一试。江总，我父亲重病在身，给兆悦集团注资的事我实在有心无力。我这次来主要还是想看望李老，我师妹苏云淼是京海有名的神医，或许她能帮上忙。那么多名医都说没医治，这个黄毛丫头能顶什么用？还是别浪费时间了。住口！如果苏神医能帮忙治好我父亲，李家上下感激不尽。这不像是普通的病症，倒像是中了毒。怎么可能有人敢给我爸下毒？真是胡说八道！你们兆悦集团的人为了钱，居然什么谎话都能说得出口，还说什么神医，我看就是骗人的幌子。我师妹苏云淼的医术在京海当属第一，若她都不能解决，恐怕也没人能救李老了。苏神医，你真的能救我爸？但愿一试。大哥，可不能让他拿爸做实验啊！要是出了什么事儿，难道他们会负责吗？可如今也没人能尝试救爸了。好厉害的毒！三师妹，毒能解吗？这毒素举世罕见，要解毒恐怕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。我爸的身体日渐虚弱，随时都有丧命的危险啊！大哥，我看这女人就是个庸医，什么中毒解毒全是谎话，根本救不了爸。滚出去！敢拿我爸的病开玩笑，注资的事儿绝对没门儿！我劝你对我师姐方尊重点。小师弟，你，小师弟，你怎么来了？和兆悦集团有关的事，我也该负起。
当然要听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？也敢插手黎家的事？这是我们的小师弟林彻。哦，一个人来坑蒙拐骗不够，还要再来一个？我没有撒谎，李老的确是中毒才导致昏迷。那你倒是解毒啊！耽误我爸的救治时间，你得负责任。这毒不需我师姐出手，我就能解。你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子，会解毒？小师弟，这病人症状奇怪，你又不通医术，千万别胡来。小师弟别冲动，自尽恋的事我们可以再想办法。您真的能救我爸？我能。如果真能救醒我爸，我想出资一试，老爷子会亲口答应。大哥，你不会真的想让这小子给爸治病吧？如今也没有别的办法了。林先生胸有成竹，想必能治。我不同意，说不定他们是想谋财害命呢。要是把我爸治出个好歹来，这事你能负责吗？我愿意用双手做担保，李老不会出事。如果我不能治好李老，黎少尽可剁下我这双手。小师弟，你疯了吗？小师弟，你太冲动了。林先生竟然愿用双手做担保，好，有胆量。小师弟，你真的有办法治吗？师姐们放心，我有魔灵附体，百毒不侵，什么毒都难不倒我。小师弟，兆月集团能否拿到黎氏的注资，就看你的了。李老的脸色开始恢复正常了，用银针做媒介，让魔灵入体，引出毒素。小师弟，真有你的！这是怎么了？糟了，李老身体产生了排异反应，恐怕不能再继续扎针了。你们对我爸做了什么？他怎么会这么痛苦？爸，你醒了。我爸要是出事，你们兆月集团的人一个也跑不了。这是怎么了？怎么醒了会吐这么多血啊？放心，只是排毒的正常反应而已。大哥，我就说这人不会治病，这下可要把人害死了。林彻什么？治不好我爸就让我剁掉你的双手，这可是你亲口说的。李老病情还没稳定下来，现在就下定论未免太早了吧？对，再说了，排毒出现这样的反应是正常的。李老吐的可都是黑血。你们是他师姐，自然帮他说话。我爸要是出事，你们两个贱女也脱不了干系。对我师姐客气。你还有胆跟我叫吗？我先砍了你的手，这两个师姐一样跑不了。你住手！别说，不许胡闹！这位先生是我的救命恩人。爸，你醒了？这些日子我昏昏沉沉，已经很久没这么清醒过了。这位林彻先生是兆月集团的新总裁，江总的师弟，多亏了他会解毒啊。原来我是中毒了，我这些天根本就没离开过别墅啊。您身上的毒素，恐怕正是身边人所下。每一个能进出离家别墅的人，都有嫌疑。胡说八道什么？难道我们自家人会给自己家主下毒吗？如果不把这下毒之人揪出来，恐怕我爸未来还会遭遇风险啊！这就是黎家的家事了。作为医生，我只提醒这句：李老身上毒素未消，银针需半个小时后拔出，一旦提前拔出，极可能危及生命。多谢林先生提醒。小子，你不会没治好我爸，要把罪责推在这根银针上吧？你胡说什么？我小师弟不是这种人。我小师弟救了你父亲，你这样屡次针对他，到底怀的什么心思？闭嘴！林先生是我的救命恩人，轮得到你在这儿抹黑他？是人说，要不是林先生，爸还昏迷着呢。爸，大哥，你们都被他骗了。这一根小小的银针能起什么作用？我就不信没了他，还真会出事儿。哈哈，我就说没事吧。林策，你招摇撞骗，敢骗到我黎家的人身上的？如果李老先生真的出事，你负得起责任吗？李老身体若有损失，是你这个当儿子的没心没肺，亲手害了他。
林先生，我爸真的不会出事吧？爸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大哥，林策他就是在骗我们！住口！跪下！你这畜生，到底为什么要给我下毒？爸，你病糊涂了，我怎么可能会给你下毒呢？如果不是你给我下毒，想让我死，为什么要拔掉银针？我是怕您被耽误了救治时间，想赶紧带着您转院，所以才情急之下拔针的。林先生刚刚已经小声告诉过我，拔针之人大概率就是下毒之人。爸，你信外人不信我？我也不想相信，可就在你们进来之前，我已经逼问过家里厨师，他已经承认收马下毒的事儿了。爸，我错了，我不是有意要害你的。爸，你原谅我这一次吧。你这畜生，居然派人对亲生父亲下毒！爸，我后悔了，我不是真心想害你的。其实我根本没问过厨师，我是在诈你，没想到你竟然真的这么歹毒。说，到底是谁指使你暗害自己的亲生父亲？我也是被骗了。徐昭元做局，让我在地下赌场欠下了好多赌债，我根本就还不起那么多钱啊！这跟你给爸下毒有什么关系？他让我给爸下毒，是为了对兆月集团下手时，让兆月集团的人孤立无援。说只要我听他的，他就帮我还钱。又是许昭远阴谋的一环，还真是够歹毒。还好小师弟会解毒，不然这次真中了他的计了。我早就告诉过你不要赌，不要和许家的人厮混在一起，你就是不听。在地下赌场欠了多少钱？5000万。原则替他把这钱还了，然后把他永远逐出李家。爸，我知道错了，别赶我走。从此之后，我不是你爸，你也不再是李家的人。爸！这次多亏林先生救了我的命，还帮我找出下毒之人，举手之劳而已。李老先生不必客气。对您只是举手之劳，可对我黎家来说，却是救命之恩啊！不错，林先生您放心，给兆月集团注资的事儿，我立刻派人去办。江总、林总，你们回来了。多亏小师弟替李老解毒，揪出叛徒，黎氏注资很快就能到账。有了注资，资金链断裂的事儿很快就能解决。不好了，林总，许昭远带着一群叛徒强行闯入公司，闹着要见你们。许少，你说愿意用10倍的价格购买我手中兆月集团的股份，是真的吗？许少，我愿意卖，先买我的，还有我的。一群蠢货，等你们把股份交给我，万魔殿的杀手就会为你们量身定做一套完美的意外死亡。我们许少发话，当然一言九鼎，都别急，慢慢来。许昭远，你们当我们兆月集团是菜市场吗？我自问平时对各位股东不薄，没想到一遇到事，各位会这么迫不及待地抛售股份。江总，话不能这么说，毕竟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你不能拦着别人赚钱啊。是啊，江总，集团如今的情况你也看到了，我们也是心里着急，股票一路下跌，总不能让我们硬着头皮承担巨额亏损吧？许少愿意出重金购入我们手中的股份，那才真是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。到底想捣什么鬼？就许你们封杀许氏集团，不许本少反击。告诉你，我今天来就是要收购兆月集团。就凭你，林策，再一再二不再三，你以为你还能赢老子吗？不好，一旦他拿到控股权，兆月集团岂不成了砧板上的鱼肉？
许少真是财大气粗。许氏集团在京海本就是数一数二的大公司，现在又背靠万魔殿，自然有财有势。万魔殿，我不是授权明玉代管万魔殿吗？如果万魔殿动用所有财富注资许家，我怎会不知？师弟，你赶快问一下明玉，这究竟怎么回事？不用问了。店主，林彻，这个女人我给你带来了。明玉，你没事吧？许家代家主参见四大长。云昭不必客气，我等这次就是奉红尘尊者之命，来为许家助阵。店主，属下无能。明玉，起来！你这是做什么？魔女红尘联合四大长老，要求重选店主，逼你退位。长老，这小子有点手段，不可轻敌啊！无妨，黄口小儿，老夫必擒之。小子，你最好主动退位，红尘尊者才是万魔殿的天命之人。哼，你们4个老头一把年纪了，还在做红尘那个魔女的舔狗，真是悲哀啊！混账！不过身负老店主魔灵，才侥幸拔出魔剑。论资历，论出身，哪一点比得上红尘尊者？按照规矩，前任店主未能选择继任者时，当由主事长老共同商议，决出新任店主。规矩不能乱。我们4人都觉得，红尘尊者比你这个野小子更适合做万魔殿店主。大哥，不如我们今天就挖了他的魔灵，夺回魔剑，辅佐红尘尊者继位。你们4个老贼，分明是被红尘收买。林先生早与老店英灵主合二为一，你们动他就是弑主。明玉，良禽择木而栖，店主之位，他今天必须让出来。师弟，小心！师姐，那个东西敢伤我师姐，你找死！真是愚蠢！大哥的功力早已进入宗师境，这小子根本没有一丝赢的可能。小子，你不如老老实实把店主的位置让出来。若执意要战，只怕会惨死在这儿。老夫今天就要将你这冒牌货从店主的位置上打下来，然后辅佐红尘尊者上位。红尘，那个妖女，当年就是她杀了师傅。小师弟，红尘屡次作乱，一心想要统管万魔殿，她一旦上位，只怕天下大乱啊！师姐们放心，我在师父墓前发过誓，绝不让天下苍生落入危难之中。师门之仇必报。大言不惭，出招吧！好，你说的，我成全你。这是黑龙魔灵的气息。这小子竟然一招就击败了大哥！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撤！长老，带上我啊！小师弟，你也太厉害了，只一招就把他打得落花流水。只可惜让他们跑了，没能斩草除根。这不还有条漏网之鱼吗？刚刚是谁说兆月集团被收购是不争的事实了？我也是听红尘的吩咐做事。再说了，他们都是自愿卖了股份。江总，都是误会，我们心里还是向着兆月集团的。你们一群墙头草！哼！许昭远、温婉，看来上次我给你的教训还是太轻了。你又想干什么？从今天起，我不介意让你们重新做人，再造新制。来人，把他们送去京海培训班，今年秋天重新上小学，接受9年义务教育。废物！你们4个
不是号称万魔殿4大宗师吗？连这点小事都搞不定。村长，我们几个老骨头拼了命也不是他对手。是啊，他只一招就废了我数十年修为。依我看，不如就罢了。和新店主作对，将来能有什么好下场？这是你一个人的意思，还是几位长老都是这么想？老店主的魔灵已融进他体内，魔剑也已认主。现如今效忠新店主才是明智之策。红尘，一个人想死，可千万别拉着我们一起。依我看，还是快快向新店主认错求饶吧。笑什么？疯了不成？不知道啊。气功大法。店主之位非我莫属，你们4个既不同意，就都去死吧！林彻，万魔殿殿主的位置终究会是我的！喂，你们是谁？想干什么？二师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在回来路上被人偷袭，判一段的时，来人实力很强，差点就被他得逞了。什么人？看清楚了吗？功法高强，还绝不恋战，多半是有备而来。大师姐和三师姐呢？什么？他们还没回来吗？不好，大师姐和三师姐有危险。您拨叫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。我打不通他们电话，你呢？我也联系不上，看来是出事了。明玉，我大师姐和三师姐突然失踪，给我发动所有关系，务必找到他们的下落。怎么样，明玉？有没有查到什么消息？目前只能查到您的2位师姐是被一伙蒙面人带走的，道路监控都被毁坏，找不到具体的去向。到底是什么人，竟敢动我白青猫的师姐妹？难道就半点蛛丝马迹都找不到吗？属下有些猜想。现在人命关天，有什么猜想直说便是。店主，依属下看，背后动手的人极有可能就是红尘。又是他！红尘一直执着于店主之位，即便上次篡位失败，也可能不会这么善罢甘休。你是说，他知道自己打不过我小师弟，于是就决定从师弟身边的人下手？而且4大长老也离奇消失，不见了踪迹。属下猜想，也与红尘有关。红尘恐怕是想拿2位师姐做人质，只有我让位。店主，你不要冲动。若真是这样，那您的2位师姐至少现在是安全的。好。师弟，这上面写的什么？果然是红尘。红尘让我自废武功，当众退位，否则就杀了大师姐和三师姐。店主，我现在随你去绞杀这个叛贼，绝不能让红尘得逞。师弟，我也一起去。不，我自己去。不行，我不能让你一个人涉险，我们一起去。是啊，店主，属下也愿誓死追随。红尘，放了我师姐！18年前昆山灭门之仇，我要你血债血偿！小子，你果然来了！小子，你果然来了！还有我们！师姐、明玉，你们怎么跟来了？不求同生，但求同死。我们昆山派4兄弟永远在一起。够了！都别在这和我煽情！林彻，
不要以为你炼化了老店主的黑龙魔灵，我就怕你。识相的，自觉退位，我饶这2位美女不死。店主，这老女人号称不老魔女，虽是少女模样，但却是个修了100年的乌龟王八蛋，你不能信她啊！可以质疑我的人品，但不许攻击我的美貌。你说谁是老女人？刚才这一掌，这是大长老的功法，不错，识货。你到底把4大长老怎么了？那几个老顽固竟然也同你这蠢货一样，想要追随什么新店主，自然是被我处理干净了。你杀了4大长老，又吸收了他们的功力，他们不知悔改就是该死。至于他们的功力，我自然不能浪费了。你满心杀戮，我绝不会让万魔殿落入你这种人手里。你没得选，别忘了，你还有2个师姐在我的手上。小师弟，你千万别受他的威胁，别忘了师父对你说过的话。我要是你们，现在就该学会闭嘴，给我住手！林彻，我知道你很关心在意你这2个师姐，要想他们没事，就按我说的做。到底想干什么？很简单，你自废功力，奉上魔剑，尊我为店主，我就放过他们。不可能，若小师弟自废功力，你也一定会出尔反尔。没错，店主千万不能听他的，小师弟绝对不能自废功力。林彻，我只给你最后3秒钟。林彻，我只给你最后3秒钟。3、2、1，等一下！小师弟不要，别管我们！你终于想通了。好，我现在就自废武功，将黑龙魔灵与我的本心剥离。小师弟，不要！小师弟竟已将魔灵驯服到了这种程度，收放自如，简直不可思议。红尘，伤我师姐的仇，杀我师父的债，今天我就一并向你讨回来！狂妄！我这就送你到九泉之下去见你师父。慌了，他要把所有人的功力汇聚在自己身上。林彻，我看你怎么赢得过我！林彻，我看你怎么赢得过我！师弟，我们来助你。躲在3个女人身后，林彻，你也算个男人。师姐们，让我来！可是你们已经为我做了够多。当年师父将压制魔灵的重任交付于我，今日我作为昆山派关门弟子，就与这女魔头一决高下。不自量力，死到临头还满嘴仁义道德，说什么师弟师姐，我看也不过打着师门的旗号，做一些肮脏龌龊的男女之事罢了。红尘，在你的心里，只有媾和与杀戮。这人世间有些纯洁的感情，是你这种人永远不会理解的。林彻，受死吧！师父，这一剑，徒儿替你报仇。林彻，明玉，收尾的事交给你了。今后万魔殿改成万神殿，所有弟子以神性化魔性，不可再行杀戮，一心无善。是，店主。师父，魔道已出，徒儿为你报仇了。天下苍生，还有3位师姐，定用一生来守护。